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9篇第9节到20节，撒母耳记上卷18章第1节到第4节，路加福音21章25节到2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拯救。大卫的出现成为了以色列国的拯救，在当时候，那因此我们在谈到拯救透过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或者是在福音书在罗马政府统治的时期，人们所期待的拯救都会提到大卫的子孙。在一个衰败、领袖离开上帝的旨意这样的一个国度和时代，人们总是期待着上帝的拯救出现，因为那个时候靠人的能力已经无法来胜过了。扫罗的儿子约拿单非常明白大卫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他疼爱大卫如同自己，他们两个真心的彼此相爱，这样的心智成了上帝要拯救以色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。撒母耳记上卷18章第1节到第4节，扫罗跟大卫说完话之后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深深的被大卫所吸引，他爱大卫就像爱自己一样。从那天起，扫罗或留大卫在身边，不让他回家。约拿单因为非常爱大卫，像爱自己一样，就立誓跟大卫成为生死之交。他说脱下自己身上的袍子给大卫，又把自己的盔甲、刀、弓和腰带也给了大卫。约拿单与他的父亲不同，似乎非常清楚上帝的旨意，而将自己所有的都送给了大卫。我们知道那个将军服啦，以及所有的这个武器啊，都给了大卫。事实上呢，当大卫他打败了歌利亚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做任何的军装，也没有拿任何的兵器，因为他所依靠的就像大卫自己所宣称的，他所依靠的是上帝的同在。上帝赐给世人的拯救是透过他的同在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以马内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赐福。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，是上帝赐给世人的拯救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路加福音21章25节到28节这样的提到耶稣基督。那时候太阳、月亮、星星都要显出异象，地上的国家都要因为海洋而恐惧、惊惶失措。人人在等待着那将要来临的世界上的事，恐惧站立以至于昏厥，因为太空的一切系统都要摇动。那时候人子要出现，充满着大能力和荣耀驾云降临，
这些事发生的时候，他们要昂首挺胸，因为你们得救的日子就到了。苦难来临是不需要惊慌的，因为有上帝的拯救也将赐给我们。人子已经出现了，我们世人只要愿意接受他，就必然得到救恩。因为上帝透过人子耶稣基督所赐的救恩，早就在2000年前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了。世人只要如同保罗所说的，我们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诗篇第9篇第9节到20节，上主是被欺压者的避难所，是急难时的堡垒。上主啊，认识你的人要依靠你，你不要抛弃寻求你的人。要颂赞的在西安统治的上主，要向万国宣扬他的作为。上帝关怀苦难中的人，他不忘记他们的哀求，要惩罚迫害他们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看那恨我的人怎样虐待我。上主啊，救我脱离死亡，使我能站在耶路撒冷面前，向他们宣扬颂赞你一切的事。我要因你救我而欢乐。异族人陷在自己挖掘的坑里，被自己所藏的罗网缠住了。上主借公正的审判彰显自己，邪恶的人被自己的罪行绊倒。所有作恶拒绝上帝的人都得下阴间，贫穷不至于永远被遗忘。受欺压者的盼望不长久，遭挫折。上主啊，起来吧，容许世人藐视你，把异族招到你的面前，接受审判。上主啊，使他们畏惧，让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必死的人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，透过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成为我们的救赎，使我们能够依靠主耶稣基督而得胜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